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閱讀講書人。今日我會介紹巴菲特唯一授權傳記嘅《雪球巴菲特傳》。我哋成日都有個習慣，就係想快錢，look social media，見到人講邊隻股票升得勁，就心喐喐想跟入去。返工聽到同事講某個行業有前景，就諗住轉行搏一鋪。呢啲全部都係短視決策，越急就越容易做錯決定，越錯就越焦慮，陷入惡性循環。到底點解會咁？其實唔係因為我哋蠢，而係大腦本身唔習慣長線思考，即時滿足係人類嘅本能，等待係違反本能嘅事。但係巴菲特用咗成世人證明咗一個道理，就係真正嘅財富同成就唔係靠聰明，係靠耐性。呢本書嘅作者係艾麗絲·斯羅德，佢本來係華爾街嘅保險業分析師，因為分析巴菲特投資嘅保險公司表現出色，巴菲特親自打電話俾佢。後來仲推薦佢寫自己嘅傳記。斯羅德訪問咗巴菲特超過2000個鐘頭，仲獲准翻閱大量從未公開嘅私人文件。佢唔係淨係寫巴菲特點樣賺錢，而係寫佢點樣成為巴菲特，一個有缺陷、有掙扎但堅持自己原則幾十年嘅人。巴菲特嘅人生有一個好得意嘅事實，佢90%嘅財富係喺65歲之後先賺到嘅。一個人由11歲開始買第一隻股票，到65歲，過咗成50幾年，大部分嘅回報竟然係最後先爆發出嚟。呢個唔係運氣，而係佢由細到大堅持兩個違反人類本能嘅原則：延遲滿足同長期主義。呢兩個原則聽落好簡單，但真正做得到嘅人少之又少，因為佢要求你放棄眼前嘅快感，去搏一個未來好耐先出現嘅回報。書入面講，巴菲特細個嗰陣已經展現咗呢種特質。佢中學嘅時候係送報紙嘅，每日凌晨5點起身送報紙，慳翻嘅錢全部用嚟買股票，唔會買玩具或者零食，而係將每一蚊都放翻入去滾大。呢個就係雪球理論嘅起點。作者話，人生就好似滾雪球，最重要嘅唔係雪球有幾大，而係喺度一條夠長嘅斜坡同夠濕嘅雪。長嘅斜坡代表時間，濕嘅雪代表複利。複利唔係一開始就見到效果，頭10年你可能覺得冇咩分別，但去到第20年、第30年，個雪球就會以你想象唔到嘅速度膨脹。巴菲特用咗成60年去滾呢個雪球，所以最後嗰10幾年先出現爆發性增長。呢個時候你可能會諗，複利呢個概念我都知道啦，使乜睇書先學到？但係知道同做到之間有一個好大嘅鴻溝。我哋日常投資嗰陣，成日因為短線波動就坐唔住，股票跌1成就想止蝕，升2成就急住套現。呢個就係即時滿足嘅大腦機制喺度作怪。長期投資要求你做嘅嘢就係相反，要忍住唔睇、唔喐、唔出手，用時間為你工作。巴菲特話佢最中意嘅持有時間係永遠。你就咁聽可能會覺得佢好癲，邊有人買嘢唔諗住賣嘅？但佢唔係講緊盲目持有，而係當你買入一間好公司，只要基本面冇變，你唔需要賣，時間會幫你將價值放大。書入面講到巴菲特嘅能力圈概念，呢個係佢投資哲學嘅另一個核心。能力圈嘅意思好簡單，就係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真正理解嘅範圍，喺呢個範圍入面判斷力最準。巴菲特話，投資最重要嘅唔係你識幾多，而係清楚知道自己唔識啲咩。佢幾十年堅持一個原則，唔明白嘅嘢就唔投資。90年代科網股熱潮嗰陣，所有人都瘋狂買科技股，巴菲特完全冇參與，好多人笑佢老餅，唔識變通。但後來科網泡沫爆破，嗰啲笑佢嘅人輸到褲都冇得着，而巴菲特嘅投資組合幾乎冇受影響。佢唔係唔想賺科技股嘅錢，而係清楚自己唔夠理解呢啲公司嘅商業模式。既然唔理解，就唔應該將錢放落去。套用返喺現實，我哋返工成日遇到一個情況，老闆問你要唔要接一個新項目，或者轉去一個新部門，好多人會即刻答應，驚俾人覺得冇能力，或者怕錯過機會。但如果我用能力圈嘅思維去諗，應該先問自己，呢樣嘢我真係識嘅，定係我淨係識少少就以為自己識？巴菲特話，最危險嘅唔係你唔識，而係你以為自己識。呢種對自己能力嘅錯誤判斷，比無知更加危險。因為無知嘅人會小心，但以為自己識嘅人會大膽。大膽但方向錯咗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講到呢度就要提巴菲特另一個好重要嘅原則，
護城河。佢買一間公司之前，一定會問一個問題：呢間公司有冇一樣嘢係競爭對手抄唔到、打唔低嘅？呢樣嘢就係護城河。護城河可以係品牌，可以係技術，可以係規模優勢，可以係客戶嘅轉換成本。重點唔係間公司而家有幾賺錢，而係佢賺錢嘅能力可唔可以持續。巴菲特買可口可樂，唔係因為佢而家賺幾多錢，而係因為全世界嘅人見到個紅色商標就會諗起可樂。呢種品牌認知度係對手用幾多錢都建立唔到嘅。再套用返喺現實，呢個概念唔單止適用喺投資，我哋嘅職業生涯都一樣。我哋每個人都要問自己：我嘅護城河喺邊？有冇一樣嘢係我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，同時其他人好難短時間內追到嘅？如果你而家做緊嘅嘢，任何人培訓3個月就做到，咁你嘅護城河就好淺，好容易俾人取代。護城河越深，價值就越持久。書入面講到一個好關鍵嘅投資原則，巴菲特嘅老師格雷厄姆教佢，投資有2個規則，第一係唔好輸錢，第二係永遠記住第一條。你心諗邊個人投資想輸錢？但巴菲特講嘅唔輸錢，唔係淨係講緊唔好蝕本，而係唔好將自己放喺一個可能大幅虧損嘅位置。佢叫呢個做安全邊際。簡單啲講，就係買一樣嘢嘅時候，要確保即使判斷出咗少少錯，你都唔會輸到冇得翻身。我哋成日諗點樣賺最多，而巴菲特諗嘅係點樣先唔會輸。賺錢嘅機會永遠都有，但如果輸咗本金，你就冇得再玩落去。輸5成，要升1倍先返到原位。呢個數學就係點解保本比賺錢更重要。作者話，巴菲特年輕嗰陣有一個好特別嘅習慣，佢會用一個叫內部計分卡嘅系統去衡量自己。大部分人用嘅係外部計分卡，即係用其他人嘅標準去判斷自己做得好唔好。你升咗職覺得成功，因為其他人覺得升職係成功。你買咗樓覺得穩陣，因為社會話有樓先算穩陣。但巴菲特用嘅係內部計分卡，有一套自己嘅標準，唔會因為其他人點睇而改變。佢住喺同一間屋幾十年，揸最平嘅車，食快餐，唔係因為慳，而係根本唔需要用物質去證明自己嘅價值。佢衡量自己嘅標準係我嘅投資有冇跟住我嘅原則，我有冇做違反自己判斷嘅事。呢個內部計分卡嘅概念套用返喺現代生活，其實好大用處。我哋有陣時會覺得冇安全感，覺得自己唔夠人好，做得唔夠多。呢種冇安全感好多時候係來自外部計分卡。同事升職我冇升，朋友買樓我冇買，同齡嘅人收入高過我。你用其他人嘅進度去衡量自己，就永遠覺得唔夠好，因為總有人跑得快過你。但如果建立咗自己嘅內部計分卡，衡量標準就變成我今日有冇比琴日進步，我有冇朝住自己定嘅目標行多一步。呢種比較先有意義，因為你控制到自己每日學咗乜嘢，而唔係控制人哋幾時升職。作者話，巴菲特有一個好特別嘅性格特質，就係佢對無聊嘅容忍度好高，可以日復日咁睇財務報表，睇幾十年都唔覺得悶。巴菲特話，投資最難嘅唔係分析，而係坐得住。你可以分析得一間公司好透徹，但如果坐唔住，股價跌少少就賣，分析能力再好都冇用。坐得住就係延遲滿足嘅極致表現。呢種忍耐力唔係天生就有，而係由細到大訓練出嚟嘅。佢細個送報紙嗰陣已經識得儲起，賺咗嘅錢放入投資市場 keep 住滾。呢個時候我哋要諗一個問題，到底延遲滿足係一種性格，定係一種可以學嘅能力？書入面俾到嘅答案傾向後者。巴菲特唔係一出生就識得延遲滿足，佢細個都試過衝動消費，但好快發現即時滿足嘅快感好短暫，而延遲滿足帶嚟嘅回報雖然好遲先出現，但大好多。佢係透過反覆嘅經驗，慢慢建立呢種習慣，證明咗延遲滿足唔係某啲人嘅專利，而係可以練習掌握嘅能力。不過前提係你要真心相信長期回報大過短期快感，而呢個相信要靠你自己去經歷同體會。我哋日常生活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套用巴菲特嘅原則。喺學習上面，我哋成日想向速成班，但真正嘅技能積累同複利一樣，頭幾個月好似冇咩進步，堅持1年先開始見到分別。問題在於等唔等到嗰個突破點。喺工作上面，我哋成日追求短線表現，每個季度都要交成績俾老闆睇，
但真正嘅職業發展係長線嘅。你應該問嘅唔係今季做得好唔好，而係3年後、5年後，你嘅能力有冇累積到一個冇人可以取代嘅位置？呢個就係你嘅護城河。喺人際關係上面，真正嘅關係都需要時間建立。你對人好唔係為咗即刻回報，而係想建立長期信任。呢啲全部都係延遲滿足同長期主義喺唔同領域嘅體現。不過我哋都要誠實面對一個現實，長期主義好難。佢難唔在於概念複雜，而喺於要求我哋日復日做同一樣嘅嘢，中間好長一段時間都見唔到回報。巴菲特嗰條雪球斜坡，最考驗人嘅唔係起點同終點，而係中間嗰段冇乜嘢發生嘅路，因為大部分人就係喺呢度放棄。如果雪球滾咗5年，都好似冇大過幾多，你仲有冇信心繼續滾落去？巴菲特有，因為佢理解複利嘅數學本質。前期慢係正常，爆發係後期嘅事，但大部分人用前期嘅結果去判斷值唔值得做，結果就喺最接近突破點嘅時候放棄。書入面講，巴菲特成日引用格雷厄姆嘅一句說話：市場短期係一部投票機，長期係一部磅重機。短期嘅價格由情緒驅動，大家覺得好就買，覺得差就賣，同理性判斷冇必然關係。但長期嘅價值由基本面決定，最終會反映喺股價上面。呢個概念套用返喺我哋身上都一樣。短期嘅評價係一部投票機，老闆鍾唔鍾意你，同事覺得你好唔好，好多時候係主觀嘅。但長期嘅價值係一部磅重機，你真正嘅能力、累積嘅經驗、建立嘅信譽係實實在在嘅，唔會因為短期評價而改變。如果你太在意短期嘅投票結果，就會不斷調整自己去迎合人哋嘅期望，最後失去自己嘅方向。但如果專注喺長期嘅重量，你會知道而家做緊嘅嘢雖然未必即刻有人欣賞，但佢會累積，遲早會磅到重量出嚟。我哋再諗深一層，巴菲特嘅長期主義其實唔淨係一個投資策略，而係一種人生態度。佢話佢每日跳住舞去返工，係因為佢係真心鍾意自己做緊嘅嘢。呢個先係可以堅持幾十年嘅根本原因。如果你好憎你而家做緊嘅嘢，咁講咩長期主義都冇用，因為根本捱唔到嗰段冇回報嘅時間。巴菲特之所以可以坐得住、等得起，唔係因為意志力特別強，而係因為佢享受緊個過程。睇財務報表對佢嚟講唔係苦差，而係有趣嘅事。長期主義要成立，你揀嗰條路一定要係你願意行嘅路，回報遲啲出現你都唔介意。因為過程本身已經係回報。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好多人學唔到巴菲特，佢哋淨係學咗佢嘅方法，冇學到佢嘅態度。佢哋可以學佢揀平嘅股票，睇財務報表，長期持有，但如果心底入面其實想快啲發達，一定會喺某個時候破壞自己嘅紀律。因為當你嘅目標係快錢嘅時候，你嘅所有行為都會俾呢個目標扭曲。你會喺唔應該出手嘅時候出手，喺應該持有嘅時候賣出。因為判斷標準唔係價值，而係速度。巴菲特嘅成功唔係因為有咩秘技，而係佢嘅目標同行為一致。佢要嘅係長期嘅價值增長，所以做嘅所有嘢都服務呢個目標。有冇一樣嘢你明知要長期先見效，但你一直逃避開始？有冇一樣嘢你心入面知道堅持落去會有回報，但因為短期見唔到成績就放棄咗？呢啲問題嘅答案，可能就係你同巴菲特之間最大嘅分別，唔係智力，唔係資源，而係你願唔願意俾時間一個機會去幫你做功夫。巴菲特嘅雪球之所以大，唔係因為雪特別濕，而係佢嘅坡特別長。佢用咗60年去滾，而我哋大部分人就喺第3年、第5年已經自己走咗去第2條坡，永遠等唔到複利發揮作用嗰一刻。如果你覺得今集令你對長期主義有咗另一種睇法，記得撳訂閱同埋留言話我知，你試過為咗一個長遠目標，放棄咗一啲即時嘅享受，最後得到咗咩？我哋下次再用一本書陪你一齊思考。